園福利中心係興業控股旗下廣東桃園大健康全資子公司，運營超過20年，一直蟬聯廣東省5星級養老機構，曾獲得全國敬老文明號多項殊榮。醫養床位規模6130張，配有超800人嘅跨專業服務團隊，依託桃園康復醫院，聚焦養老及醫療業務。桃園福利中心本部佔地面積4.8萬平方米，建築面積近10萬平方米，坐擁得天獨厚嘅自然環境，距離孝德湖僅1步之遙，交通便捷，臨近高鐵站佛山西站，車程10分鐘，高鐵1個半鐘頭可直達香港西九龍，毗鄰佛山地鐵線3號線，離佛山機場5分鐘車程，令你盡享一湖兩站一機場嘅出行便利。目前擁有養老床位1710張，於2025年加入成為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嘅認可服務機構，可提供護理安老宿位及護養院宿位。中心配套活動功能區，滿足長者多樣化嘅興趣愛好與社交需求，配備專業嘅社工團隊，開展豐富多彩樂齡活動。擁有設備齊全嘅房間，提供全天候專業嘅醫護服務及細緻入微嘅生活照料。我們堅持醫養融合理念，開設專屬醫養結合專區，配備專職醫生、康復治療師、護士與護理員聯合查房，提供慢病管理、疼痛干預、術後康復、安寧療護等一體化服務，更有營養師精心配製嘅膳食，確保長者飲食均衡健康。桃園康復醫院位於桃園福利中心本部，係2級專科醫院及佛山醫保定點機構，榮獲廣東省醫養結合示範單位等榮譽，以康復及老年疾病診治為特色，設床位400幾張，開展偏癱截癱、吞嚥等各類功能性障礙及術後康復，令長者喺院內即可享受到多元化、高品質嘅醫養康養融合服務，與鄰近3甲醫院、南海人民醫院建立快速轉診機制，24小時守護健康。桃園福利中心專注大灣區高品質康養服務，構建覆蓋治理、護理、護養全生命周期嘅養老服務體系，全力打造灣區一流康養融合品牌，築建灣區養老幸福家。